大家好，欢迎光临，这里是亲子小学堂，孩子一点小事，眼泪就落下。爸妈心很乱，不知怎么办。今天邀请专家来聊聊这困扰。嗨，大家好，情绪风暴常见，别以为是闹脾气，背后有讯号，孩子需要理解。他在很快看见我，所以孩子大哭不一定是不乖。没错，这是欣赏，第一步要解情绪。玩具坏了，孩子哭，爸妈别说别哭了，而要说我懂你，孩子才觉得被理解。原来如此，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接住感受。对，情绪被看见，孩子才能往下走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第二步，父母要示范怎么表达情绪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第二步，父母要示范怎么表达情绪。爸妈可以说我现在有点生气，我先深呼吸。大人能表达，孩子就会模仿，所以孩子会懂，生气不是错，只是要方法。对，孩子会说我难过，我需要帮助，而不是尖叫大哭。那如果孩子已经爆发呢？第三步，帮孩子找到冷静的方法，可以深呼吸，一起数到3，也可以倒数10秒，或给一个角落，安静休息，心慢慢放下，这样孩子会懂，情绪能矫正，不是只能抱着。成为习惯后，孩子能建立自我管理，今天的分享真的很实用。第一节情绪，第二示范表达，第三冷静方法，步步重要，教孩子管理情绪，不只是少哭，更是一生宝藏。谢谢专家分享，希望爸妈理解，陪孩子走过每次风暴。我们下次见。